好多謝局長今次提出透明度呢個問題。實際上，醫學界喺過去咁多年都十分之支持透明度。但係頭先局長都提過，亦都我好贊同嘅呢，就係醫療本身呢，就係存在一啲不確定性，亦都病人可能會有突發性嘅情況，係需要譬如急救或者係施用一啲唔同嘅藥物或者治療，係會影響到個資源嘅使用。而呢個概念，我第一個意見就係希望呢個概念呢係可以都多係向市民係教育，等大家都理解。即係有時唔係話真係醫生點解你講咗咁多錢而之後唔係嘅呢？原來中間真係發生咗一啲事情，突發性嘅事情。當然平衡個確定性、收費確定性、透明度同埋個醫療需要，我哋先救人後講個資源，呢個都係重要。第二樣呢，就係有關保險啦，即係我哋知道收費，下一樣就係咁，我要俾錢，我要攞個資源出嚟㗎嘛。作為一個病人嘅時候，所以我覺得保險賠償個肯定性咧，其實都相當之重要。咁多年前我都曾經係希望推動一個叫做 pre-approval 啦，事前嘅核准係嘛。咁係希望可以咧係所有嘅醫生都可以用，即係如果有個平台係譬如保險業聯會能夠做得到係一個病人佢有幾多張保單都好啦，咁醫生輸入咗個收費嘅時候，咁佢嘅個病人亦都可以通過呢個平台係知道保險公司呢係會賠幾多錢，咁嘅時候佢就會好開心、好放心，知道我要喺口袋揞幾多錢出嚟，而保險公司其實亦都會知道呢，咁呢個個案佢哋會係需要賠幾多，我覺得對大家都係有利嘅，即係會唔會都考慮埋呢係喺透明度、確定性之餘呢，但係都引入埋呢個保險賠償額嗰個pre-approval 嘅確定性或者係通用性呢。而最後一樣呢，就係個調解機制。見到頭先都有議員同事講個調解機制。調解機制現在嚟講就並不流行。咁但係既然我哋都講到係一個收費嘅透明度啊、確定性啊，以至到可能係有個投訴嘅渠道嘅時候呢，會唔會都引入埋一個調解嘅機制入去，等市民同埋醫生同埋醫院都多一個方法呢，係可以大家處理到呢啲問題呢？唔該曬。個保險嗰度呢，即係其實就今次呢個呢，就唔牽涉個保險方面嘅呢個保險業界嘅一個，我都相信我哋呢度在座都好多保險業界嘅喺度嘅，亦都咧保險業界方面呢，都係對今次我哋個立法個醫療收費透明度呢個係相當支持嘅嚇。我相信呢，就我哋會喺下一步咧，正如我哋嗰個關於嗰個3個措施優化嗰度呢，都會牽涉到保險業界佢哋一啲嘅能夠可以配合嘅個數據嘅方面啦，又或者主席你提到嘅呢個 pre-approval 呢個有啲據我所知都有做呢樣嘢嘅，係有做呢樣嘢嘅。至於個調解嗰度咧，我會話而家係有唔同嘅一個級數嘅層面咧去做一個調解嘅，即係視乎佢嘅費用係牽涉到邊個層面。如果係醫院自己嘅層面咧，醫院可以本身去調解。即係同個病人之間嘅調解。如果係牽涉個醫生方面，醫生可以作調解。而個投訴呢，或者個調解方面呢，亦都係有唔同嘅層面去做咯。呢個主席，我嘅回答係咁多。好，多謝晒。